伫咧日本时代，有一个台语的查甫歌手叫做陈金花，伊以艺名用来出道，互人认为讲伊是台湾头一代的台语查甫歌手，目前已经是102岁咯。即摆也甲这陈金花的故事拍做纪录片，希望会当互这历史，互搁较侪人知影。伊村还阁一张日本歌，有个水仙咯哈呐，还阁一个草花呢。迄阵台湾阁无用小径拢无，迄阵就纯纯甲爱两个，以外无人知。已经102岁的陈金花是台湾第一代台语女歌手，伫1938年以艺名英英发行《日日春》《地花女》这歌歌曲，连台湾知名歌手洪飞飞、江蕙拢捌翻唱过伊的歌。即阵陈金花的故事，互人拍做一支纪录片《一蕊金花》。家族历史也好，或者是跟相关的时代的一些记忆也好，包括带着我们走到淡水沙仑那一带，可能也有一些地理的一些记忆。那就是很像是从一个小小的家族简史去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框架、一个样貌，因为那些时代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。可能我妈讲，我们都觉得不当一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她什么出跟他们告诉我们呀不呀？陈金花迄个时代的台语歌历史，毋但现代人无了解，连伊的厝内人拢无一定完全了解。2018年选台北市长失败，转战电影界的前立法委员姚文智，真支持这出纪录片，认为通重新发现台湾文化的深度。台湾人开始创作家己的歌谣，台湾人开始甲世界闻名了哈。就是大家看那个留声机、黑胶唱片的制作，透过这部片子，大家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导演王明霞表示，这出片除了有国内的放映计划，也有规划要报名国际的影展，希望透过陈金花的故事，互国内外拢通看到台湾台语歌谣的历史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